你知唔知香港有啲人咧係自己去諗設計，而唔係話貼個牌子上去就當係自己 product。我叫 Ryan，咁咧我係做床上品嘅，個牌子咧叫 Repeal。咁咧第一次接觸 Think Studio 咧就係因為阿 Jason 咧就買咗我嘅 product 啦，咁啊同我傾開偈咁樣啦，就發現原來香港有一個人都設計一啲產品嘅喎。咁於是咧我就出邊零售鋪咧就買咗一個 MagSafer 2.0嘅。我覺得 Think Studio 嘅產品咧個樣好好睇啦，因為無線啦比較輕巧，出差做嘢咧咁啊好需要一個咁嘅叉電器，咁所以我就通常出差都一定拎住。即係你好睇到咧，佢諗嗰個設計嘅時候係真係從嗰個問題本身去諗。好多時出邊叉電器咧會用可能玻璃啊或者用膠去做噶嘛，咁但係其實用鋁嚟做咧，其實個散熱係好好多嘅。Bauhaus 嘅角度出發 ，form follow function 啊，即係有諗過，同埋我自己好中意佢呢個好圓嘅設計啦，唔會刮手。好多時出邊嗰啲係方噶嘛，兩邊，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咁 prefer 咯。咁佢嗰個 size 咧同埋嗰個薄嘅程度係袋喺個牛仔褲個褲袋度咧，即係袋得到，而且好多次即係需要用電嘅時候，你其實喺個褲度咁樣拎出嚟就得啦。即係佢啲設計係真係由嗰個問題嘅本身去自己重新諗過一個產品出嚟。咁呢樣嘢我覺得係真係非常之值得欣賞。呢樣嘢就係最 define 到 Think Studio。我會繼續去支持 Think Studio。頭先講咗好多關於設計嘅嘢啦，但係其實佢嗰個定價上面咧，即係都係一個合理嘅定價。喺香港以至世界，其實我覺得都係難得嘅。